大家好，點解而家係投資亞洲嘅最佳時機呢？我哋認為有4個主要嘅原因。第一，美國嘅經濟正在放緩緊，但係由於有大規模嘅財政支持，美國經濟可以避免衰退嘅同時咧，亦都保持一個緩慢嘅增長。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係亞洲跑贏環球市場嘅最好嘅機會。第二，美元而家咧係一個結構性嘅下跌趨勢，所以亞洲貨幣咧仍然係會繼續逐步嘅升值嘅。第三，美國好快就會進一步減息，而亞洲嘅通貨膨脹可控嘅情況之下咧，係亞洲國家可以提供有更大嘅降息空間。第四，同世界其他嘅地區相比咧，我哋認為亞洲喺估值同埋增長都相對吸引嘅，可以為投資者提供更高嘅股息同埋債券嘅收益率。所以喺以上原因嘅支持下，亞洲持續健康成長，無論喺收益、外匯同埋資本增值上面咧，都展現投資良機。再加上全球資本現時配置喺亞洲嘅比例仍然都係偏低，我哋可以預見外資持續流入亞洲，會成為推動亞洲市場持續上升嘅其中一股力量。展望2025下半年，美國近期嘅就業、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等嘅經濟數據咧，都顯示美國經濟係正在放緩嘅。但係隨住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嘅法案出台，美國有望可以避過衰退，實現軟着陸。另一方面咧，通脹嘅情況咧仍然都係唔明朗嘅。我哋都密切關注由於關稅引起嘅通脹問題。我哋預期高於聯儲局2%嘅通脹目標咧，可能會維持一段較長嘅時間。除咗利率嘅走勢，市場另一個焦點咧就係下一任嘅聯儲局主席嘅提名，同埋聯儲局將來嘅獨立性如何。我哋認為雖然美元咧預期會繼續疲弱，但係美國國債收益率咧會繼續保持陡峭。我哋留意到近期美債拍賣裏面，外國買家嘅需求咧係疲弱嘅，外國投資者正在分散或者減持緊美國嘅資產。相比起世界其他嘅地方，我哋偏好投資於亞洲。而針對亞洲裏面咧，我哋認為北亞嘅發展潛力係大過東南亞市場嘅。雖然除咗印度之外，東南亞市場嘅估值目前仍然遠低於佢哋歷史平均嘅水平，而且美元轉弱對該地區帶來正面嘅影響。包括日本、台灣同埋韓國在內嘅北亞地區，佢哋嘅科技公司好多都係 AI 供應鏈嘅關鍵供應商，正受惠於 AI 嘅熱潮，呢啲公司不斷提升緊佢哋嘅盈利能力，並從強勁嘅 AI 需求度獲益。至於香港，強勁嘅南向資金流配合較低嘅 HIBOR， 仲有備受關注嘅 IPO 項目，都為香港嘅市場帶來生機。而中國 A 股喺科技同埋金融板塊嘅帶動之下咧，近期嘅表現亮麗，反內捲成為市場嘅焦點，其走勢已經顯著咧迎頭趕上緊港股嘅市場啦。喺亞洲股票當中咧，正如之前所講 ，AI 係一個重要嘅主題。中國正在持續發展緊佢哋 AI 嘅基礎設施同埋技術能力，預期同美國嘅差距咧會隨住時間去逐步收窄。我哋睇好韓國嘅半導體、國防同埋造船業、韓國美容同埋折讓幅度較大嘅控股公司嘅前景。雖然當地嘅股市自選舉以嚟咧已經累積咗顯著嘅升幅，但因為 Value Up 嘅計劃將會持續收窄呢個韓國折讓。而現時嘅估值仍然係低於歷史嘅平均水平，而台灣地區喺 AI 嘅供應鏈佔據住一個關鍵嘅地位，受惠於持續嘅供需缺口，帶嚟強勁嘅企業盈利，至到2026年前景都非常嘅明確。另外，多數台灣科技企業預期會獲豁免半導體關稅，對於整個市場嚟講會係一個正面嘅信號。除咗台灣地區，我哋亦都睇好日本嘅市場，尤其係銀行同埋國防嘅板塊。隨住日本進入正利率嘅時代，銀行嘅股本回報率正穩步嘅改善，而國防出口商亦都受惠於全球國防預算嘅擴張。仲有新加坡銀行嘅增長動力好穩健，佢哋高股息率咧亦都係維持喺5至7% 之間，而當地嘅房地產信託基金嘅收益率亦都好有吸引力。債券方面，亞洲債券提供一個可觀嘅收益。展望下半年，
我哋傾向喺一個亞洲投資級別債券同埋高收益債券之間採取一個平衡嘅策略。亞洲高收益債券兼具可觀嘅收益率同埋資本增值嘅機會，新債嘅供應依然係有限，但係需求就保持強勁。我哋睇好一啲年期比較短嘅高收益債券，例如澳門博彩業、中國工業、印度可再生能源、日本科技、媒體同埋電信行業，佢哋嘅現金流都係較為強勁嘅。最後，亞洲投資級別債券方面信貸息差收窄所帶來嘅資本增值機會係有限，但係喺大約5% 嘅總收益率仍然係好吸引嘅。另外，亞洲投資級別債券嘅低波動性帶來分散投資嘅好處係不容忽視，並喺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嘅時候充當一個避風港嘅角色。日本嘅 BBB 債券、韓國金融業同埋澳洲電力及基礎設施嘅行業債券係我哋嘅首選，而我哋亦傾向係揀一啲5年期嘅債券，同時避開超長期嘅債券。總括嚟講，喺吸引嘅收益回報、匯率同埋資本增值嘅3重利好嘅因素下，我哋保持信心，而家係投資亞洲嘅最佳時機。